哎，你看，那不是刘大人吗？刘丽婷，刘大人，这刘大人被谁拖在马后边？你呀，又闯祸了。你好像瘦了。姐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 上柱国好悠闲呐！哟，寒雕寺，哪阵妖风把你这人猫给吹来了？前几日不在京，上柱国莫怪，这不，刚返京就来给上柱国问安。天下宦官之首，给我问安，当不起啊！ 上柱国这局势有些险峻呐。怎么？你看着我这是要输啊？怕是赢不了。这么些天，他一盘棋没输过。这难道还能救啊？他呀，赢了才往下下。 要是快输了，他把棋子儿全糊了了。这齐品可有点无赖。哼，何止齐品呢？齐品如人品，啊！世子倒是得了上柱国的真传呐。 我那宝贝儿子，是不是又做了什么了？江南密报，上柱国请看。哎，既然是密报，我就不看了。事情不小，上柱国还是看看吧。 我现在已经老了，啊，眼也花了。你说给我听听。世子在江心郡闯入江南名士刘黎亭家中，随即将刘黎亭绑于马后，拖至羊场，把人活活拖死。此事一出，文坛震惊，江南学子联名弹劾的奏章已经在入京的路上。既然人死了，那就把他法办了。跟我说这干什么？
第2份密报，世子入阳城时与刺客伏击。上柱国不问问世子生死吗？他要是真的死了，你就带着禁军来找我来了。上柱国这话里藏的什么意思啊？你说什么？这些当宦官的，这弯弯绕就是多，啊，做事说话黏黏糊糊的，一点都不敞亮，这见着就烦。你们斗嘴，别扯我头上啊！刚才不算我啊，是他打扰的。哎，又来！经查，世子背后被刺客击中，血溅当场。该你了，赶紧啊！幸好随行骑兵救援及时，世子洪福齐天，有惊无险。这会儿在卢府养伤。哎呀，哎呀！小心点，怎么样？伤口复原的还不错，只受了点皮外伤。要是再偏一点，恐怕连命都没了。这小子，姐，你放心，祸害1000年，我可没那么容易死。你还说呢？知道有刺客，为何不小心防备？我这不是着急帮你出气吗？刘丽婷死了，他想害你，罪有应得。你知不知道他那发起想高官抓你？当街杀人，连王法都不管了。府衙不肯接状子，对外说是衙里官吏受了风寒。难道是怕了我世子身份？这是江南，怕你北凉世子做什么？要说啊，你闯了这么大的祸，卢家啊早该把你赶出府去了，才不想为你接下这么大麻烦呢。那怎么就改主意了？要说呢，祸福相依，这伤啊也算来得及时。世子这一伤，可把卢家上上下下惊着了。本来刘黎婷一死，卢家就打算抽身事外，让世子自己去应对江南群情激愤。可偏偏这时候，刺客就伤了他。哎，还是怕北凉，啊？是啊，世子闹得再大，卢家都敢翻脸训斥，毕竟是有姻亲。可刺客这一闹，这事儿就麻烦了，卢家就得小心护着世子，可不能让您觉着是他们下的杀手。哎，都是亲家，没必要那么小心翼翼的。亲家，卢道林是礼部尚书，人就在京城。上柱国来了这么多天，他来瞧过您一眼吗？大家都忙，没必要强求。这里就咱们3个，话就说得通透些。北凉和卢家是有姻亲，可卢家也不会把自个儿绑在北凉船上。要我说，世子到了阳城，卢家是要给个下马威，让圣上安心的。可刺客这一动手，反而要护着世子，这是好事，也是坏事。
好处嘛，就是这么一来，卢家一定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，可不敢让你真出了什么事儿。要说咱爹这人图的名声，那也不是白给的。衙门不接状子，也是卢家安排的。名门士族在江南，那不跟土皇帝一样？有好处，那也得有坏处吧？坏处嘛，就是这么一来，卢家和北凉就走得太近了，在京城那边，恐怕说不过去。二乔是我在路边救的丫头，她不是卢家人。卢家就没几个好人，要不是世子你受了伤，平日连卢炭都不给咱们屋里送。卢家对你这么苛刻？那是。好好换药，别胡说。你别听他胡说，我在这儿过得挺好的。咱们说正事儿，爹现在在京城，正在替你保住世袭罔替呢。只是如果江南和北凉不起任何争执的话，皇上怎么肯把北凉王位留给你呢？上主国，陛下想看见什么，你该知道。陛下喜欢看什么，我哪知道？徐凤年在江南杀人，可说是凶悍暴虐。可陛下看着高兴，他闹得越厉害，江南文人越恨他，陛下就越满意。你倒是肯说两句实话，嗯？可这一受伤，卢家小心翼翼地护着，局势就不好看了。哎，要么这样，让陛下下一道旨意。这下什么旨意？下旨，让徐凤年杀他几个卢家人，来，到时候那个卢家跟徐家一定倒翻，这样大家就皆大欢喜了嘛。上主国莫开玩笑，陛下怎可能有这种旨意？那你让我怎么办？哎呀，我传令给凤年，让他杀自己的亲家。徐凤年想要世袭罔替，北凉就必须是孤镇，该怎么做？上主国自己掂量。这棋没法下下去，重新来过。言尽于此，告辞。凤年此行遇到福将洪家刺杀，上一代洪家人就是死在他的手里。你说这刺杀跟这个寒雕寺是不是有什么牵连啊？跟你下棋就已经头大了，你何必难为一个和尚？上主国，不过寒雕寺说的也没错，卢家和北凉不闹翻，你要的世袭罔替就守不住，你就没备个后手？下棋啊！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啊，这次啊，就看这小子运气了。要我说呢，你先好好养伤，等伤稍微好一点了，在卢家找个由头大闹一场，做出个样子来，然后就什么都好说了。徐骁让我来江南，就是想让我和卢家闹翻，但是我没打算听他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卢家。徐骁谋划良久，运筹帷幄，明棋暗棋，可谓把一切变化都算透。但他唯独没想过你的处境。
别瞎说。我跟卢家闹翻很容易，他们又不能杀我，大不了我拍拍屁股走人。但你怎么办？你要留在卢家，他们会怎么对你？他们对我挺好的。哪儿好了？除了卢七爷，就没一个好人。你去换盆热水进来。哦。你别听他瞎说，也不要乱想。好歹呢，我也是卢家的媳妇儿啊。他们待我再坏，也坏不到哪儿去。你就安心办你的事儿，只要守住世袭罔替，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接手北凉。一切要为了大局着想。为了大局，就活该让你受委屈吗？这样的大局，我宁愿不要。让我跟卢家闹翻可以，我就一个条件。姐，你跟我走。傻小子。跟我去武帝城也可以，我找人送你回北凉也可以。再不成，我让人送你去武道。我哪儿也不去。姐，你就不能为你自己想想吗？好了，我知道你的心思了。你先好好养伤，等你伤好了，我们再慢慢聊。好好休息，姐不吵你。小姐。嘘。少爷一来，府里好说话多了。这个月的月例银子，说是待会儿就送过来，比往常快乐许多呢。你坐。小姐有什么吩咐？你帮我叫辆马车，别让府里发现。小姐要去哪儿？去祭拜亡灵。你要去刘家？嘘，小声一些。不能去啊，小姐！你这一去，所有人都会以为你真和琉璃亭有私情的。没事，按我说的办。小姐，你不能这么委屈自己。凤年不忍心做的事，只能我来做。去吧。哪儿叫的马车？车马行，没让府里发现。嗯。你回去吧，我自己去刘家。我陪你去。不行，凤年这孩子聪明，见不着我会问。如果他问起，你就说我给他请大夫去了，别让他起疑心。小姐，不用担心。要不这样，回头你跟着凤年离开江南，省得留下来受欺负。我要跟小姐在一块儿。真是个傻孩子。回去吧。江心郡琉璃亭府上。是。许凤年受伤了，又没死。你听我说，我想来想去，总觉得徐骁让咱们俩一路同行，怕是不怀好意。万一真要有什么阴谋诡计，就得靠徐凤年了。靠他？未雨绸缪，受伤了看望一下也不费事。哎呀，走了走了。听闻世子遭遇刺客，万幸并无大碍，不知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？世子，怕是睡了。哎。
不是受伤了吗？人呢？我怎么知道？二乔在吗？你们这个月的月例银子。我们是来找世子的，请问我家世子去了哪里？我又不是这个院里的，我怎会知道？那我们再去问问。见过宰府。徐骁什么反应？说了半天，没句准话。听说儿子遇刺，也没反应吗？面不改色。哼，什么人土？分明是人精。徐骁费这么多事，就为了世袭罔替，绝不会就此收手。要我看，徐家必定会和卢家闹翻，到时候陛下恐怕真会将世袭罔替保留不变。北凉不能再姓徐。刺杀也落空了。李淳罡在徐凤年身边，那就是杀不掉了。办事的人已经去了龙虎山，龙虎山藏的那位，应该能和李淳罡抗衡。无底潭边钓鱼人，我怎么不知道这个山下有个无底潭？哎，杀个小舅子还真不容易。龙虎山藏了高手，这种江湖事，宰府何必劳神？总之，请宰府放心。一定不会让徐凤年活着回北凉。你明知陛下不愿杀徐凤年，为何帮我？绥靖之策，后患无穷。是这道理。杀徐凤年，北凉必反。然而，当断则断，乱一时好过乱一世。有我在，定能平定风波。宰府真是国之干城，可要说你是一心为国，我也不会信。我不管你杀徐凤年求的是什么，但我先提个醒：若有伤国体，我不会放过。要杀徐凤年，就别拖太久。请宰府静待佳音。还真有钓鱼人。
去试试。去江心郡不会这么快，为何停车？凤年，这也可以。我让宁安梅的凤子营守在卢府前后门，二乔一出来，我就知道了。你伤还没有好，不该自己出门啊。我不出来，谁能劝你回去啊？江南不是只有一个卢家。等我伤好了，找个机会和江南文坛作对，多招惹几家京城一样的蛮夷。姐，我闯祸的本事，你总该相信吧？当然相信。那你答应了，别再委屈自己。我整天追着你跑，我的伤可好不了。行，我答应你，不让你担心。这就说定了。给我点时间，等我伤好了，闹得个天翻地覆。他是死了吗？睡着了。前辈如何做到的？福将红甲都给了你，韩雕寺是你什么人？是我师父。你就是那个私生的皇子？这您都知道？我还知道，你此番来龙虎山找我，是为了杀徐凤年。您是神仙吗？为何要杀徐凤年？为国除害。不对，你是想引发天下大乱，趁乱而起，夺取皇座。这是传国玉玺。
掉了。不，我怎么了？那是幻梦吗？百官臣服，天下至尊，这是美梦。您能走入我的内心，您真的是神仙。人力终有时而穷，而思绪的变幻，却有着无限的可能。繁华山色，春雨冬雷，入眼入耳，终是入心。喜怒哀乐，爱恨冤仇，皆自心起。人心，才是躯体之主，万物之境。我的功法，就是围绕着心智而生。刚才我用这喜印乱了你的心神，随即引你入梦。你在梦中看到的一切，都是你心底无限期盼的景象。都是梦。那这玉玺，假的，也许只有这传国玉玺的名号，才能瞬间破你心防。因为在你心底里最渴望得到的，就是至高皇座。这种功法，岂不是和天神一般？没那么容易。我要先了解你的过去，猜测你的心思，然后还要找到一个能够乱你心神的契机，才能引你入梦。您了解我？我早就知道你。我听师父说，您也是皇族。我不会出山。北凉拥兵自重，未来一定是黎阳朝的心腹大患。杀了徐凤年，才能消除隐患。没钓到鱼，我出不了山。钓鱼？钓什么鱼？我帮您钓。好啊，那你就先试试，把那钓竿拔出。啊？这水潭有多深啊？韩雕寺没说，这是无底潭吗？无底？那您在钓什么呢？千年胶泥。世上哪有这种东西？您说测人心思、乱人心神才能让人入梦，怎么对他就这么容易？韩雕寺把这些人塞进红甲时，已经抹去了他们的心智，自然容易。您钓胶泥多少年？20多年了，还没钓到。按辈分，我该如何称呼您？不用算辈分，叫名字就好。赵黄巢。哎，晚辈可不敢。叫先生吧，总归还是得尊敬些。
今日不下棋了？这几日下棋，一直等你开口。既然你不肯说，那我就直接问了。这些年，我一直拜托你帮我查一下20余年前，我们家那口子在京城被伏击之事，都有谁？实在是难查呀。是难查，可每次咱们一碰面，你第一句话就会跟我说未有进展。这次来京城，咱俩碰面，杨太岁，你对此事只字不提，刻意回避，查到什么了？具体名单无从入手。不过，倒是有一个消息：当年王妃遇伏，有一个人在京城。谁啊？只是在京城啊，未必参与动手。你说，我来查。这个名字，我迟迟忍着不说，就怕给你惹来祸端。我会怕吗？说说看。先生，您都在这钓20多年了，偶尔出山走走，回来再钓，不是也一样吗？20年前与人交手，攻法反噬，如今靠着无底潭镇住心神。若无教你，我一生都无法出山。谁能上得了您啊？还能有谁啊？武帝城那位王先知。这么说，20多年前您去过武帝城？在京城交的手。王先知去过京城，怎么没人知道？那夜发生了大事儿，有关的消息都被抹除了。20多年前，京城发生过什么大事？要不是我碰见了王先知，那一晚，吴素怕是没机会活着离开京城。吴素，北凉王妃。那丫头，算是吴家剑种中历年来天资最好的一个。北凉王妃在京城遇刺，虽负重伤，毕竟全身而退。要是没那一战啊，她也不会那么早死。如此天大之事，怎么会悄无声息？事与密成，予以谢败。就是因为事儿大，才要无人知啊。京城动手，是先皇的意思吗？不然谁敢动手啊？那时开国不久，为何要对北凉王妃下手呢？徐骁灭了6国，功高盖世，赏无可赏。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，传来了吴素怀有身孕的消息。之前，这徐骁也只有女儿，一切都好说。可万一这北凉有了传承，多少人夜不能寐啊！吴素既然未死，徐骁为何不反？京城提心吊胆数年，始终不解的也是这个疑问。当年他遇伏受伤，回北凉后，只字未提。我那时候脾气暴，若知此事，我一定会对京城起兵的。那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有了黄门儿之后，他旧伤复发，我才得知真相。可那时候，
我已经有了儿子女儿。哎，你要知道，一个有家室的人做起选择来，顾虑就会很多。哎呀，他是最了解我的，怕我重启乱世，所以到最后一刻，才说出了真相。我这辈子，我被他吃得死死的。王妃用心良苦啊。我是答应过他不为此事起兵，但我没说不报仇啊。他不肯说是谁跟他动的手，那我自己查，甭管是谁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的。杨太岁，我跟你说这些，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的决心。现在，说说那个人是谁吧。王先知那晚出现在京城。武帝城的王先知，我一直不愿意说，我就觉得这事儿蹊跷。王妃的剑术是聪神，可他怎么也不会是王先知的对手啊！能跟王先知交上手的，也就3、4人。如果那晚王先知真的出手，王妃恐怕离不开京城。还有一点，我才得到的消息，世子刚决定要去武帝城，我这边就知道了王先知那晚出现了，这未免太巧了吧？这消息是真是假？核查过了，是真的。给消息的人啊，就盼着我冲去武帝城，最好死在王先知的手里，这样大家就皆大欢喜了。你明白这点就好。你有飞去江南的信鸽吗？借来用用。哎，凤年终归要去武帝城，让他亲口去问。哎呀，这王先知喜怒不定，世子行事跋扈，我怕害了世子。你不明白，这样的消息要不告诉他，他会恨死我的。在凤年的心里，他娘的死是过不去的一道关。若先生无法离开龙虎山，也有个法子。徐凤年一行应该会路过龙虎山看他的弟弟徐龙象，到时我设法把他引到此处，请先生动手。我也未必就能赢得了这李存刚。现神当真如此可怕？更何况这徐凤年不能死。黎阳朝经不起北凉之乱。徐凤年锋芒暗藏，绝非纨绔之辈。若他接手北凉，也是大患。不杀他，但可以毁了他。先生何意？你看，那儿有一块石头，翻开。翻开看看。无所生平记事，这有什么用？要想让人被我的功法所控制，最重要的就是乱其心神。你刚才被这传国玉玺所震慑，才会这么快的入梦。
因为在你心里，最重要就是皇权。而徐凤年呢，他的生平琐事我也都看过，从细节中不难发现，吴素在他心中弥足珍贵。所以这本册子最容易使徐凤年心神紊乱。光有文字还不够，在某些纸页上还有别样的图形花纹。我这功法未必一定要我亲自去施展，通过图形，一样能够悄无声息地影响人的内心情绪。为什么我看着没什么感觉？这个呀，是专为徐凤年准备的，别人看了不碍事儿。是针对艺人。要了解一个人的生平细节，才能做成对他有效的图形划分，暗中调控他的情绪。看了这个，徐凤年就能做噩梦？不，是要让他陷入回忆，他会梦见自己心中最想见的人。做个梦，又能怎样？我要斩灭他心中的无素。之前那一页正好提到了当年京城一战，这消息对徐凤年很重要，也是他心底里最乱的时候。此刻，突然看到这张图，会让他深深地印在脑海中。之后呢？之后入梦，这图中的天龙会在他心中闪现，斩去他心底的依靠。换句话说，我要让吴素在他眼前再死一遍。除非他心智超群，否则徐凤年必定崩溃。说不好，他还会变成一个疯子，一个废了的徐凤年，成为北凉下一代主人。这对皇族来说，不是最好的结果吗？如果他的心智超群，这种人世上万中无一，徐凤年他没这资格。先生早就在准备这一切。就算是终老山间，我也终究是姓赵啊。我这就出山，把这份大礼送到徐凤年手上。若是徐凤年能够熬过这一关，就把他带来此处吧。小姐喝药。再加点糖。嗯。怕苦。到底得的什么病啊？天天喝药。你摸摸。身子虚，就算是夏天也是手脚冰凉，精神往往不济。得找个好大夫瞧瞧。没用的，都看过了，再好的大夫也说了，这气血有亏，治不好的。姐，你还是跟我回北凉吧。这事儿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我必须留下。姐，好了好了，要不这样，等你接掌北凉，就来接姐回家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既然伤好的差不多了，你想一想怎么跟江南文坛闹翻，让京城那边放心。这件事儿不能着急，要等一个契机。什么契机？江南文坛常有聚会，找个机会闯进去大闹一场，既能惹得文人痛恨，又显得我无礼傲慢，两全其美。那也不能老是坏自己名声啊。
用姐的话说，那些草木鱼虫怎么看，我不在乎。只要你们懂我就够了。大小姐，魏爷爷，人又来了，在哪儿？门外悄悄守着，应该是等世子出现，要不赶他走。姐，我去看一眼。好。恶贼，拿命来！想杀我，我杀琉璃亭是他咎由自取，我不后悔。但是你恨我也是理所应当，我能理解。北凉权势欺天，你当街杀人，江南府衙居然没人敢接手这个案子。我不得已。一国法治要以贵贱分人，我很失望。呸！你的事儿，我已经送信去了京城，用不了几日，你的报应就会到的。宫里那位跟你同族的娘娘是吧？我刚得到消息，那位娘娘已经入了冷宫。你胡说！这种事儿怎么骗人？我消息比你快，不出几日，你也会听到传闻。怎么会这样？很简单，因为皇室不想为了你们跟北凉闹翻。这件事我同样感到遗憾。琉璃亭明明有招死之道，我还等着公堂对质，还我姐姐清白名声，没想到一条人命就这么给压下去了。黎阳所为，令人心寒。你尽管得意吧，终有一日你会恶贯满盈。不是得意，不是讽刺，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杀琉璃亭，我也不认为是为恶。这一切都是他暗中策划，想借礼教手段害我姐姐性命。太胡言！我话已至此，不会再多说。以后别再来了。你不可能杀得了我。我死了就是变鬼也不会放过你。他也是被琉璃亭所蒙骗，不该因此丢掉性命。就怕从此以后，他一心想杀你。有仇恨，才有活下去的念想。姐，琉璃亭的亡妻又来了。琉璃亭处心积虑败坏我卢家名声，死不足惜。那许凤年出去见他了，他要赶尽杀绝？那倒没有，说了几句话，那女子就走了。找人看着点，别让徐凤年把人家灭门了。是。还有，跟家里说一下，别再对徐知虎那么苛刻。他也是个苦命的人。七爷说的是。有话你就说呀。后院有人看见徐凤年带来了2个女子，他说其中一个女的好像是西楚人。前几天您安排的事情已经办妥了，马车就在后门附近，没让卢家发现。要不去看看？七爷，前些日子我给徐知虎那边送月例银子，叫少奶奶。对，给少奶奶送月例银子，然后撞上了徐凤年带来的2位女子。
两个人都面纱蒙着脸。这些日子，我想来想去，总觉得面熟。你觉得他是西楚人？是。你见过西楚人？是。大爷曾去西楚做客，我有幸随行一路服侍。说重点。西楚王室曾设宴款待，席上有西楚剑士献剑舞。徐凤年身边的那个女子，瞧长相和气质都跟那个西楚剑士极像。你凭长相就觉得他是西楚人？当时我在廊下观舞，混在下人里的还有一个楚国的小女孩，也一直在看着殿内。我记得清楚，那个小女孩就抱着一只小白猫。如今徐凤年身边的女子也抱着一只白猫，长相又极其相似，总觉得也太巧了些。不对呀，西楚是徐骁王的国，徐凤年身边怎么会有西楚剑士的后人？更何况，徐骁明明知道我们卢家与西楚不共戴天，他怎么会把这样的人带来江南？走，带我去看看那两个女子的住处。那两个女子明明就是住在这里的，行李都没了，去问一下。是。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我们俩搬出去？世子的意思。他自己为什么不搬啊？我又不怕卢家。世子。那我怕卢家不成？卢家当年嫡子从军，死于西楚国战，所以他们对你是仇深似海。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了？怎么跟于有为一样啰里啰嗦？哎，我仔细想了想，徐骁没有做过多余的事儿。什么意思？他做事用人看似随意，但往往严丝合缝，暗藏深意。自从吕钱塘战死之后，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他为什么要让你和于有为随我东行？那你说是为什么？为了世袭罔替，徐骁希望我和卢家闹翻，但他知道我的性子，不会让大姐为难。那我们来做一个假设：如果卢家的人认出了你或者于有为，会发生什么？那卢家肯定要杀了我们报仇啊！之后我和卢家必定翻脸，他世袭罔替的谋划也就成了。我就说吧，让咱们俩随行，绝对有阴谋。徐骁常说“为达目的不惜代价”，这一行，你们二人恐怕就是代价。那为什么到今天才让我们离开？我也是这几日养伤才想到这步暗棋。不管真假，小心为上。我已经让凤子营帮你们找了住处，你们先藏藏。到时候一起离开江南，后面就一帆风顺了。七爷，问过了，人才搬走。若这两个人没问题，徐凤年何必让他们搬出卢府？这么看来，这事儿确实透着古怪。我看还是让他把人叫来认一认。谁也不许提这个事情。就这么算了，若真是楚人，那是血海深仇啊！不能明面冲突。人肯定是要认，但绝不能由我们卢家亲自出面。七爷，您的意思？有个局需要你帮手。你们卢家和北凉是一丘之貉，怎么，
杀人还不够啊？如果说这个局是专门为徐凤年而设的呢？不可能，你们是儿女亲家。是，我们是儿女亲家。我对徐之虎也一直心存善意，但是他们如果触碰我卢家的底线，就不一样了。你丈夫死了，我也有兄长身亡，很多事情，过去再多年，也不算是过去了。什么局？这些天就不要出门了，真要找总能找到。卢家人为什么要找你们？2个丫鬟而已。如果真是徐骁要把我交给卢家，搬哪儿都一样。世子会保你们的。那你呢？若徐骁下令，你听谁的？楚国余孽，不能确认，要找到他们，细细的问。那寻我做什么？在阳城还有你们卢家找不到的人。兴师动众，肯定能找到。要是闹大了，怎么收场啊？你们怕北凉？35万大军，谁不忌惮？不确定那2个丫鬟的身份，绝不能撕破脸。要我帮你们找人？不用。那要我做什么？办一场清谈辩难，邀遍江南学子，唯独要避开我卢家。地点？报国寺。时间嘛，就定在5日之后吧。你要去哪儿？继续东行。这一行还要去龙虎山看黄马儿，去圣音学宫看二姐。可你这还有伤啊！早就好了，再换个2次药，有个4、5日就可以动身了。姐要是舍不得，就跟我一起走。嫁出来了就回不去了，等你接掌北凉，就来接姐回家，这不是咱说好的吗？那你等我。嗯。你千万要记得，在离开之前大闹江南，京城那边才会给你世袭罔替。放心，已经去城里打听这几日是否有文坛聚会。另外还有江宁那边，你可要小心，不能让卢家知道他的身份。不会让江宁再进卢家。西楚亡了。不然江妮这公主身份倒也配得上你。这是说哪儿去了？你不说我都知道，在你心里啊，江妮跟其他丫头不一样。只是你的婚事，爹恐怕另有安排。江妮这儿，怕是没什么名分了。这事儿徐骁说了不算，我的人生我自己选。你呀，从小跟爹怄气。没办法。脾气不合，胡说！你们是父子。凤年，娘去世的事儿，不能怪爹。姐，咱不说这个。你是不是还没有从这件事走出来？这么多年了，你看，我没事了。前辈，您把神符收起来了，不然呢？
戴头上怕卢家认不出神符。原来前辈早有戒备。是徐凤年让你来提醒我的。是王爷有事儿，烦请前辈。徐骁，嘘。王爷答应前辈的事儿，正在办呢，还请前辈放心。徐骁在京城传话给你。这年头，谁还不养几只鸽子？哼哼。徐凤年知道吗？看来是不知道。徐骁想做什么？王爷想借前辈一样东西。这个。原来是魏先生，这几天也没怎么见着你。苦命人四处奔波，为世子打探消息。这不，正有事禀报呢。世子应该在大小姐的屋里。去吧。您刚才在和剑神前辈说话？突然问这个做什么？您说剑神前辈能指点我吗？指点？那可是李剑神，若能得他指点，受益无穷。那你得自己去问他。这我可不敢。江湖传闻，李剑神和神仙没什么区别。倒是魏先生和前辈挺熟。你可猜错了，我跟前辈不熟。刚才我们也不是聊天，我就是为前辈呢借了一样东西。借东西？嗯。什么？你不是有事儿要向世子禀报吗？我呢，得去街上转转。盒子里是什么？徐凤年是你刺伤的，可惜没死啊！真想杀徐凤年，我们完全可以合作。不高兴。如果是为了赏金，我完全不要全都给你。哼，事成之后我加钱给你都行。我不信。那你要怎样？徐凤年是我的猎物，别人不许碰他。凤年可真霸道。不如动手解决。等他离开阳城，你我各凭手段吧。哎，你还没告诉我盒子里是什么呢？你忍着点儿，苦归苦，每天都得喝。世子，进来。大小姐，怎么了？世子，这几日城中有个传闻，说有场清潭变难，
江南名士都会出席。没请卢家？说。是琉璃亭遗孀办的，所有人都请了，独独漏了卢家。他说，卢家家风败坏，没有资格领袖江南文坛，还骂我了吧？在哪儿？报国寺。辩难题目是什么？王霸之辩。好题目。徐凤年真的会来吗？徐骁此时就在京城。什么？陛下始终没见他。这跟徐凤年有什么关系？你知道徐凤年为什么来江南？来见他那个不知廉耻的姐姐。他是来闯祸的。你放心，报国寺辩难，徐凤年一定会出现。世子，明天出城。要走了？青鸟先护你们出去，城外报国寺会合。去烧香？去吵架。进去聊聊。怎么了？别让他们听见。没事，你们在院子里等一下。现在只有我们俩。你还记得我娘过世的那天吗？记得。一直住在你心里，一直看着你。他该静，别让他看见你哭。你当时告诉我，我娘会住在我心里，所以从那之后我再也没哭过。我试着照顾黄婉儿，照顾两个姐姐，替我娘保护她们，这样一家人就不会散。可是最终我还是没做到。大姐嫁来了江南，二姐去了上阴学宫，黄曼儿也被逼去了龙虎山，这一家人还是散了。只要你继任北凉王，就能把他们接回来。我怕来不及了。什么意思？大姐天天喝药，我有点担心。私下里问了阳城的名医，结果呢？无药可医。小姐，世子都要走了，你的病不跟他说吗？说了也没用。阿乔，帮我把这身衣服换上。
到底是什么病？说是气血亏虚。这也算常见，补益气血就好了。没法补。什么叫没法补？大姐的气血精力比常人消耗的更快，就好像是一团燃烧的火焰，不会停止，直到燃尽。这不是病，只是她的性命燃得比别人更快，所以投再多的药也补不回来，只会让这团火焰烧得更亮，熄得更快。怎么样？好看吗？这是我最喜欢的医生了。凤年要走，我希望他记得我最好的样子。小姐，你听我说，人力终有时而穷，有些事没办法，那就是没办法，别让他知道。我希望他意气风发地离开江南，好吗？嗯。其实再见到凤年，我真的挺开心的。知道他愿意接手北凉，我也放心了。现在我只希望上天能多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能够亲眼看见凤年成为北凉之主，那就真的没有什么遗憾了。姐不想让我知道，我就假装不知道。要依我的性子，早就把他带回北凉了。但是大姐不行，她觉得她留在江南才能帮到我，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她欢喜。好，姐想要的，我由着她。再找名医，总有希望。只凭医术，怕是无力回天。还有别的可能？李献神成名数十载，未见老态。王仙芝号称天下第二，已近一甲子，依旧如同中年。他们或许有法子。那我去找老头，我跟他说。算了，是我想错了。人家是剑神，又不是医神。嗨，我就是心里有点乱，想着大概在你这儿能理清头绪。